会不会孤注一掷，告诉陈侯王的孩子气你还见得少吗？况且他和我师父也算是忘年交。皇上口谕，龙氏假借怀孕一事，暗中勾结宫人，结党营私，令大理寺严审此案，给我带走，谁敢？该来的总会来的，等我，我很快回来。走。不是，别喝了，不能喝了。怎么没酒了？你再去买点酒。殿下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你也喝多了，要不这样，咱们回去睡一觉，第二天早上就会好些了，对吧？不要说我！殿下，母妃都死了，我哪还有家？我哪还有家？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殿下，殿下，我把我一直相依为命的母妃给害死了，老天要惩罚我。哎，赵大人，你慢点啊！赵大人，我要辆马车给您送回府吧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今天晚上的羊肉味道不错。承蒙您夸奖。他，刑部尚书赵大人，回去吧回去吧。哎，大人，回吧。您慢走。怎么了？不是，殿下，害过我母妃的人，殿下，都得死。不是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不要冲动。殿下，收起。走好，殿下。殿下，您冷静点儿。殿下，饶命啊，殿下！我今天要用你的命祭奠我母妃。不要啊！怎么样，刑具的滋味如何呀？都是老相识了，还拿这么大的屋子，这么多的礼物招待我，太客气了。以你而今这般身份，自然得多用点心思了。既然是旧时，不如干脆点儿，就在这状纸上画押，认罪吧。不清不楚之事，你让我怎么认？承认你借假孕接近君王，试图混淆皇族血统，借青龙号干涉朝堂之事，你到底有什么图谋啊？上次说我通敌卖国，这次还是通敌卖国。杜长风，你那么大一个脑袋，装的都是水吗？想不出别的了？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上攒旨。大人，他是君王府的儒人，这要是再上大刑的话，万一……这是皇上下旨要严审要犯。是。